后来有关这个选罢法连署加严的新法，今仔日正式来产生着效力。不过，民进党立法院党团认为，这条文违反宪法，向宪法法庭申请释宪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地方还是一样，对于所有释宪案，对违法违宪的部分，我们一定释宪，一定暂时处分加释宪。所以这一次，我们再度来这个地方。 抢救宪法，我们再度的在这个地方抢救宪法。老柯之所以要提暂时处分呢，只有一个目的嘛，就是为了要达成他一贯的，就是不要让这个法加严格，那么来排除掉一些的伪造的，那有利于他未来继续操作要大罢免。 下当听到民进党团的总调郭建明主张讲，拄啊就路的选罢法，针对着提案人甲联署人爱护身份证等等的法条是违反宪法的，所以要申请释宪加上暂时处分。郭建明讲会再度来抢救宪法。国民党的立委赖士宝回击，讲这民进党是想要透过阻挡宪法来操作着全台湾大罢免。 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